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嚴重，所以我就要報警。2萬幾蚊唔係多，我有能力俾得起，但係我覺得無緣無故咁樣屈我啲2萬幾蚊，我覺得我非常之唔開心，我一定要取翻個公道。尋晚李龍基現身元朗警署報案，佢聲稱遭到電訊公司詐騙，無端端俾人老屈2萬幾蚊，對方更加出動收數公司向佢追數，令佢嬲到爆。事源2024年12月，李龍基收到 A 電訊公司通知，話可以免費獲贈一部 iPhone 電話，於是佢滿心歡喜去攞獎，部電話仲一直用到而家。佢表示自己係 A 公司30年老客戶，名下一共有6個號碼，每個月交1000幾蚊話費，所以認為送電話回饋老客戶好正常。但細估唔到，上個月底佢突然收到另一間 B 電訊公司嘅信件，話佢名下有5個號碼，累計欠費21,500港幣。之後就有人員打電話嚟向佢追數，而且對方態度更十分惡劣。於是第2日佢即刻去 A 電訊公司查詢相關文件，結果發現原來2間公司係姊妹公司，而當時佢攞 iPhone 嘅 A 公司合約上的確顯示部電話係免費，但唔知點解 B 公司嘅文件上竟然都有佢嘅簽名。不過佢話個簽名明顯就係印落去，所以就懷疑係 A 公司員工盜用佢嘅簽名。但涉事員工早就已經移民到英國，根本無法取得聯絡。而令佢最嬲嘅係 B 公司竟然仲出動到收數公司向佢追數，於是決定漏夜去報警，誓要為自己討回公道。